SpaceX 人類史上第一間將液態燃料火箭射上太空嘅私人公司，人類史上第一個實現到火箭推進器回收。2025年，地球射上太空嘅物資80%都由 SpaceX 去做嘅，佢嘅發射成本喺15年前已經歷史平均水平嘅15%，所以話我伊朗爸爸出品必屬佳品。夠膽話 SpaceX 係承載住全地球80億人類邁向月球、火星甚至更遠星空嘅希望。SpaceX 將會嚟緊12號喺納斯達克正式上市，籌集大約750億美金，估值係去到1.8萬億美金。約莫等於而家全球第8大市值嘅沙特阿美，一上市就會超越 Meta 同埋 Tesla 嘅市值。SpaceX 嘅定價每股135蚊美金，按市銷率，即係市值係銷售額嘅1倍去計，接近100倍，係一個超級貴，可以話係天價價錢。Nvidia、Google、Meta、Microsoft 呢啲科技巨頭嘅市銷率都只係10至20倍。喂，我知杜拜朱古力好好食，但你賣我一嚿就要1萬蚊，你咪傻咗個鼻啊，兄弟！SpaceX 堪稱本年度最大 IPO 雞盤，仲棘過龍峰啊！但係 SpaceX 有全球大部分頂級投行托住佢發行嘅股票只係得唔夠5%，流動性極之低。再加埋已經一堆指數公司講明會將 SpaceX 快速納入指數，以8億美金計嘅被動資金焗住去買貨，包括你同我都可能持有嘅 QQQ。全世界投資者係焗玩呢一場 SpaceX 上市雞盤，所以今條片同大家拆解下到底 SpaceX 盤生意做緊啲乜嘢，點解佢會俾得出100倍市銷率，而仲要係超額認購。無論你被動咁樣因為指數 ETF 買落 SpaceX， 定你主動去買，你都要知你係參與緊落一場蝕到老婆仔女都賣埋出嚟，都要繼續 show hand 嘅豪賭。我係25歲財務自由嘅 Henry， 係經認證嘅專業投資者。我嘅目標係想做你投資識普及。本影片純屬個人分享教用途，絕非財務建議或投資推薦。本人並非持牌財務顧問，任何投資決定請自行研究並諮詢持牌專業顧問。投資涉及風險，個案表現不代表未來本金可能損失。我哋將時間拉返去2008年，當時伊朗爸爸已經3次發射獵鷹1號失敗，佢只係得返最後一次嘅錢去發射火箭。可能另一個平行時空嘅獵鷹1號第4次發射失敗，咁 Elon Musk 可能真係要去中國拍檔咁賺錢啦。SpaceX 都會胎死腹中，但好彩我哋而家呢個時空嘅佢第4次終於發射成功，成為人類史上第一間私人公司係成功用液態燃料射火箭上太空。佢2008年成功將獵鷹1號射上太空嗰一刻，已經收到 NASA 電話，恭喜你，你個仔出世，唔係恭喜你馬生，你拎到我哋價值16億美金國際太空站嘅補給任務合約。由獵鷹1號到而家獵鷹9號18年過去 ，SpaceX 2025年總共發射165次火箭上太空，按物資嘅重量去計，係佔咗全球80% 市場，而令到 SpaceX 能夠壟斷成個市場嘅決定性因素，就係因為佢成本相對全地球所有人嚟講都係極低嘅。喺2015年 ，SpaceX 做到人類歷史上首次垂直回收火箭嘅1級推進器。我哋一齊睇一睇呢一張圖。一支火箭基本上可以分3 part 嘅。第一節嘅火箭推進器，即係睇電視3、2、1點火燒着嗰一 part，佢會推起成支火箭去到差唔多離開大氣層，跟住燃料燒晒啦，就會分離跌翻落地球。之後第二節火箭推進器就會接手點火，佢目標係將第3 part 送上太空軌道度，而第3 part 就可能係載人或者載貨嘅地方啦。以前一直以嚟，無論第一節、第二節嘅火箭推進器都係用完就射落海噶啦，係唔可以重用嘅。但係呢一嚿火箭推進器係非常貴嘅，而且每整一支推進器係用好多時間生產同埋測試。但係馬生即係馬一龍啊，唔係伍索嗰個馬生。阿馬生竟然做到可以回收第一節火箭推進器。佢話認為火箭發射應該好似民航客機咁樣，喂 take off 起飛完咪降落咯。你應該可以不斷重用，落地檢查下冇問題就再飛過，咁樣先至係火箭發射應該有嘅生態嚟噶嘛。但係而家獵鷹9號都只係能夠回收第一節推進器嘅啫，第二節都仍然係要射落海嘅。唉，爸爸唔好唔要我啦。但係獵鷹9號只係個過渡嚟嘅啫。佢哋而家已經掉咗超過150億美金去研發下一代嘅火箭星艦，由3 part 變到2 part。下面嘅第一節火箭推進器同樣都係送到支火箭去到大層邊緣，就會落翻地球，就會回收啦。而第二 part 佢直接係一架太空船嚟嘅，架太空船係自己有引擎，可以喺太空入邊自己走嚟走去，仲可以直接係 land 翻落地球度嘅。目前 SpaceX 嘅星艦已經完成咗12次測試，但係要將個正式商業投入仲有一段距離嘅，大約就係你同你女神之間嘅距離啦。SpaceX 未來嘅全部生意佈局都係建基於星艦呢樣嘢能唔能夠投入商業用途。而家獵鷹9號發射成本大約係每公斤2000蚊至3000蚊美金左右，而星艦係講緊200蚊美金，係而家10分之一，歷史平均水平嘅1% 都唔到。
而且運載能力係而家嘅10倍，所以如果星艦真係能夠成功投入商業應用咧，SpaceX 成個故事先至會可能通到。嗱，留意啊，都只係可能嘅咋。如果星艦用唔到咧，係連個可能性都冇。所以我哋之後再睇下 SpaceX 成盤生意玩緊啲乜嘢。SpaceX 嘅業務可以分為3個部分 ：Space 太空、Connectivity 網絡同埋 AI。AI 中文咧即係 I 不玩啊。實際上，佢太空同埋 AI 業務咧都係蝕到阿媽都唔認得嘅，係靠 Connectivity 頂住成間公司。太空業務即係頭先講咗啦，建基於獵鷹9號，佢幫譬如美國國防部啦、NASA 啦射上太空，同埋幫自己間公司射衛星上太空。雖然只係佔咗收入22%，但係如果冇咗太空呢一 part 技術咧，成間公司咧可以收檔噶啦，歡樂今宵咁樣。咁之後就係成間公司嘅重中之重 ，connectivity 網絡，亦即係星鏈 Starlink。你搭飛機嗱，而家可以上網啦，搭郵輪都可以上網啦。好可能咧就係用緊 SpaceX 嘅星鏈服務。目前 SpaceX 係有超過1萬粒衛星圍住地球日轉夜轉，去提供衛星網絡服務。主要咧係俾嗰啲偏遠地區冇 network 用嘅人用嘅。星鏈喺2020年嘅收入係113億美金，比2024年上升咗50%，係 SpaceX 目前唯一盈利嘅業務，賺到44億美金翻嚟嘅。佢嘅全球用戶由2023年230萬，去到2026年嘅 Q1 突破1000萬人啦。SpaceX 預計星鏈嘅潛在市場係可以去到1.6萬億美金，即係話如果佢有本事霸晒成個衛星服務市場，佢淨係星鏈呢一 part 業務咧，已經可以潛在成長到100倍翻嚟。佢未來成長主要有2 part 嘅，第一就係全球咧有差唔多20億人係住喺低密度地區，譬如好多農村山區，好似我之前咧去法國滑雪咁樣，嗰度係完全冇信號。喂，法國喎，唔拉係阿富汗喎，師兄。而呢20億人住嘅地方，人口密度咁低，你個電信商真係深深去鋪5G 鋪光纖咧係唔現實嘅。而 SpaceX 嘅星鏈喺太空上面射信號落去，就係一個完美嘅替代方案。第二就係佢可以同原有嘅電信商合作，去幫佢哋填補信號收唔到嘅地方。譬如你用緊 CSL 嘅，你去到東平洲發覺冇信號喎。如果 CSL 同埋星鏈係有合作嘅話，就可以借星鏈嘅衛星信號去俾你上網。而且 SpaceX 已經同美國軍方、美國國家偵測局簽咗好多長期合約，利用星鏈網絡去開發間諜衛星網絡，全球實時監視。唔知監視啲咩啦？可能睇下金仔夜晚咧係咪真係打緊 Steam， 甚至乎美國軍隊通訊都已經係用緊星鏈嘅加密網絡，好似烏克蘭戰爭咁樣，同埋佢打伊朗啦。你係咪諗住叫啲電信商同班俄佬講，喂，兄弟，等陣先，唔好打住，等我幫大家拉條線起個基站先？咁冇可能噶嘛。當然啦，呢啲長期合約幫到 SpaceX 帶嚟穩定，可以計到嘅收入。但係如果美國唔知用邊個開拖，隨時咧俾人射低晒 SpaceX 啲衛星，咁到時作為股東嘅大家咧，真係嗌破喉嚨都冇人理嘅。頭先我講到啦 ，SpaceX 而家主要咧係用獵鷹9號上太空。如果成功研發到星艦，即係成架太空船咁呢隻嘢，就可以再壓低發射成本到1/10。雖然而家星艦咧係未投入運作嘅，但係 Starlink 呢一個衛星網絡咧已經印銀紙咁印緊44億美金。但係始終呢一堆衛星咧喺太空入邊嘅，無論維修成本定每次發射，你射到幾粒新嘅衛星上去，全部都計數嘅。所以 SpaceX 能唔能夠低成本咁部署更多衛星上太空，用更加低嘅成本去換一啲最新型嘅衛星上去，俾到更快、更穩定嘅網絡啲客，能唔能夠拎到呢一個20億低密度地區人嘅網絡生意咧，都係好取決於星艦能唔能夠商業投入，能唔能夠變到好似民航客機咁樣不斷升空再降落。不過咧，你知唔知其實除咗 SpaceX 之外，仲有其他私人公司係有能力射火箭上太空？富途牛 App 入邊咧有個主題 ETF 功能，係幫大家揀晒最 hit 嘅投資主題，譬如半導體 ETF SpaceX 概念太空乜都有嘅。咁你譬如 SpaceX 概念，會見到幾隻太空相關 ETF 佢 YTD 回報都超過30% 嘅。如果你唔知佢嘅持倉同埋策略唔緊要，右上角有個牛 AI 嘅掣，譬如 NASA 呢隻 ETF， 你 click 入去咧，佢已經預判埋你個預判啦 ，set 定問題俾你問佢，你可以直接問佢，NASA 呢隻持倉係啲咩公司啊？佢投資策略係啲咩咧？佢就會答你，原來 NASA 咧係專注太空經濟主動型 ETF 嚟嘅，工業佔咗超過一半嘅，佔比最大嘅係 Rocket Lab。咁你可以再問下，Rocket Lab 嘅業務係做啲咩㗎？佢同 SpaceX 嘅競爭係點樣啊？收入同埋盈利成長係點樣咧？原來 Rocket Lab 咧係專做 tailor-make 小型衛星設計同埋發射嘅 ，SpaceX 就好似巴士咁樣，要同其他人 share 一齊發射，而 Rocket Lab 就好似 Uber 咁樣，點對點咁樣送你啲嘢上太空。如果你想買 SpaceX， 驚上市之後個股價錯得好勁，仲可以落盤買入嘅時候，喺張單嘅類型度 set 埋跟蹤止損單。你可以 set 埋，如果買入之後跌穿幾多 percent， 就會自動幫你止損。譬如1分鐘入邊 hit 到3次，跌5% 就會自動賣出，咁就唔使驚個市一挫咧，睇唔切走唔切。
而家經 Henry 我開戶咧，開戶前入埋我邀請碼廿 retire， 唔好講咁多先，兄弟手足先拎200蚊現金券，可以直接出金嘅。流傳仲有最多1600蚊等值嘅 SpaceX 股票送俾你，可以 send 我 QR code 或者下面 info box 會有更加多資訊俾你嘅。咁你翻返去 SpaceX 度先 ，SpaceX 嘅第3 part 業務咧就係 AI， 佢喺2026年2月合併咗 XAI 入去，而阿馬生咧對 AI 業務係寄予極厚望嘅。你如果想買 SpaceX， 你一定要仔細聽呢一 part。SpaceX 嘅 AI 業務咧主要有2樣嘢，第一就係 Claude AI， 係一個佢自己訓練出嚟大模型。SpaceX 咧冇準確咁樣講 Claude 有幾多付費用家，即係話連埋 X 即係 Twitter 啦嘅付費用戶係有630萬人。我哋望下 OpenAI ChatGPT 係有超過5000萬訂閱用戶嘅，每一個月20億美金收入。排之後嘅就係 Anthropic 嘅 Claude 同埋 Google Gemini。起碼我身邊咧，我係冇聽過有人同我講佢用 Claude 嘅，所以 Claude 呢個 AI 目前絕對唔係 AI 模型入面有領導性地位嘅。但我夠膽講 ，Elon 爸爸根本就唔係想同佢哋喺 AI 模型呢個位爭。SpaceX AI 嘅部分，2024年蝕咗15億，25年蝕咗63億，26年 Q1 蝕咗24億美金喎。佢嘅收入成長只係12%，但係蝕錢係蝕多163%。AI 嘅資本開支極高，喺2025年掉127億美金出嚟，到今年2026年 Q1 咧已經跌咗77億美金出嚟啦。佢哋成功部署咗2個超大型嘅 data center 喺美國嘅田納西州同埋密西西比州。佢主打嘅就係人冇嘅嘢我要有，人有嘅嘢我要多。佢擺咗20萬張 NVIDIA 最新嘅 GPU 去結合成一個單一運算群。最新嗰個 data center 咧，目標係擺100萬張 GPU 入去。喺5月咧 ，SpaceX 將2個超大型 data center 其中一個超過22萬張 NVIDIA GPU 嘅全部算力咧，係出租晒俾 Anthropic。而 Anthropic 每一個月咧係要俾12.5億美金 SpaceX 嘅，成個合約總值超過400億。同時間 Google 都揾咗 SpaceX 去租11萬張 NVIDIA GPU 嘅算力，每一個月9.2億美金，總值300億。亦即係話 Elon 爸爸掉咁多錢出嚟，佢根本就冇諗住 all in 去 train 自己嘅 AI， 同 OpenAI、Anthropic、Gemini 死過，而係喂我唔打啦兄弟，我咧將我啲架撐同埋班靚租出嚟俾你哋互片，佢轉咗條路去提供算力，所以佢而家諗嘅已經係變咗點樣揾最低成本、最平、最快部署到嘅算力出嚟。所以就會去到 SpaceX 而家嚟緊最大嘅賭局，亦都係拖晒全世界落水嘅豪賭。AI 呢樣嘢講到最尾就要 overcome 物理世界嘅屏障。而家無論邊個喺 data center 都面對2個好大問題，就係能源同埋冷卻。有研究預測，去到2027年，全球嘅 data center 嘅能源消耗係英國成個國家用電量嘅2倍，40% 嘅 data center 都會面臨唔夠電力呢個問題。彭博預測去到2035年，全球嘅 data center 用電如果加埋當喺個國家，係等於排行全球第4，僅次於中國、美國同埋印度。美國嘅 data center 已經將電費比5年前拉高260%。如果錢解決到，輕鬆啦！我大佬馬生或者 Google 最多係咩啊？錢啊嘛，喂，錢我大把，我要初戀啊嘛。但係最慘就係政府唔係要錢啊，佢哋又話要監管，又話唔俾用電，啲人又話出嚟抗議，再加埋冷卻 data center 係需要用大量嘅水啊，同電一樣好多問題要處理。所以阿馬生望住喂小喇叭，你班粉腸阻住人類向太空文明發展，佢趕住翻火星喎。喂，你唔俾我喺地球上面起 data center 啊嘛 ？OK，咁我哋咪射晒上太空咯。喺今年1月 ，SpaceX 向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入紙申請，佢話要射100萬粒衛星上太空做 data center。最早咧預計2028年開始，利用星艦日以繼夜、夜以繼咁樣開始射啲嘢上去。上到太空咧，可以用太陽能板無窮無盡咁拎太陽能翻嚟，唔需要擔心落雨有雲。喺太空6級太陽能咧，比地球係要高30至40% 效率嘅。而喺太空散熱亦都唔需要用水去散熱，太空嘅溫度係零下270度。雖然因為太空嘅真空環境其實係冇煤價去散熱嘅，但係可以用熱輻射板去做冷卻嘅。SpaceX 對成個 AI 市場潛在價值嘅預測係高達26.5萬億美金，89幾萬億港紙啊，係香港1年 GDP 嘅63倍啊！SpaceX 100倍市銷率就係想拖大家一齊落水玩呢個願景，係部署100萬粒衛星上太空，用全行所有對手面最低嘅成本去部署 AI 去拎 AI 算力，佢可以賣出去俾 Google， 賣俾 Anthropic， 做全球所有科技巨頭背後嘅算力包租公，亦都可以壓低自己 XAI 嘅運算成本，打殘啲對手。但係呢一切嘅故事都係建基於星艦能夠商業投入，可以好似民航客機咁樣飛完上太空，回收埋個推進器，架星艦落到地之後檢查又可以再飛過，再建基於佢哋真係能夠解決到太空真空環境之下點樣熱輻射散熱。
單靠幫美國政府射上太空，同埋用 Starlink 做通訊服務，而家呢一刻蝕緊26億美金一年，可以估值估到上1.8萬億美金，我哋咪玩啦葉師傅。所以 SpaceX 咧就係 sell 緊蝕緊錢呢嚿 AI，去賭啊佢將來可以用全世界最低嘅成本拎到 AI 算力賣俾全世界。如果 SpaceX 上市係賣太空發射同埋星鏈兩部分俾我係會買嘅。但係如果你叫我買埋 AI 呢一部分，仲要100倍市銷率咧，嗱咁要認真考慮下。但因為 SpaceX 上市之後流動性極低，大量指數焗住接貨，可能短期之內股價會好大波動，大升咧唔出奇嘅。望住1.8萬億美金市值，沽爆佢都唔出奇嘅。因為 SpaceX 上市，其實成個太空科技板塊都已經炒緊㗎啦。因為篇幅所限，我已經準備咗 SpaceX 嘅詳細介紹，同埋4隻唔同嘅太空主題 ETF 詳細介紹俾大家。嗱，你唔買都要知而家世界發生嘅咩事，因為 SpaceX 咧係會被動咁樣入咗你個倉入邊嘅。咁只要你訂閱我呢個 channel，再喺下面留言 SpaceX， 我就會 send 晒俾你噶啦。喂兄弟，如果你有時間嘅，記得上埋我呢個完全免費投資課程，入邊有61個課題，包晒嗰啲咩港美股 ETF 啊、債券基金啊成，入邊仲有一個半鐘美股 AI 雞精班。咁你同佢下面留言 SpaceX， 我就會 send 晒俾你噶啦。今日講咗咁多先，中意嘅記得幫手 like、subscribe、share 同埋 comment，follow 埋 IG 同埋 podcast。最重要去我 website 度入埋匿名 WhatsApp group，有冇 share 到 IG 同埋 YouTube 冇講嘅嘢？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